版的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13 AM 新闻，我是陈哲安。先来看今日新闻重点。检市长谢国良的罢免案投票结果，无同意票是86014票，同意票69934票，罢免无过。高雄旗山屏东的李港，在国道10号的北向工程，下晡一台工程车并车，司机对了摔落，送医有关是救无转来。台中火车头透早一个旅客因为无坐到车掠狂攻击卖票人员，以照伤害罪来移送法办。新闻一开始，先看高雄市长谢国良的这罢免案投票结果已经出来，无同意票是86014票，同意票是69934票，罢免案是确定无过。谢国良拄则已经就台讲过，感谢市民的支持。另外一方面，这个挺牛团队是宣告任务失败，强调未来会继续严格来监督这谢国良的施政。我们这一场选战已经顺利结束了，谢谢大家。伫台顶感谢基隆市民选举人数差不多31万多人，基隆市13区县市长谢国良的罢免案结果出来，无同意票是86014票，同意票是69934票。照选罢法规定，无同意票比同意票较侪，罢免案确定无通过。伊感谢市民，强调用谦卑的态度邀请挺龙团体来对话交流。其实这一次的选举，他们并没有输，基隆的公民、基隆的市民更没有输，因为我们用民主投票的方式来完成了70几年来从来都未能完成的罢免投票。对罢免案无通过，挺梁定刑宣告任务失败，强调这场罢免也受7万人同意罢免，是史无前例，也强调未来会继续监督谢国良的施政。今天我们拿到的罢免票是有7万票，这代表我们的心声一路以来都有被我们的基隆市民所听见。请谢国良市长认清到，今天有7万名的基隆人对你的施政感到不满。这摆罢免案也发生未少的小小意外，一个网友12到挺牛电影 IG 未上专业，闹会罢免成功，会去成员厝内拼汽油顶，互警方逮捕。还有一个查甫人投票了真贵，选票挡着要求换票无成功，就大闹，两人拢违反选罢法。涉犯刑法142条妨害投票，151条恐吓公众等罪，立即指派检察官积极侦办。扰乱投票秩序，且将对折的选票打开亮出，依违反选举罢免法，移送基隆地检署侦办。依照地方制度法规定，谢国良自2006年市长任期结束进前，任何人拢免够针对伊提出罢免案。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长谢国良的罢免案无过，这朝野的对立是愈来愈严重。外界嘛认为讲，明年的2月立委就职满1年，会有另外一波的罢免的潮流。有学者就指出，咱台湾应该避免朝野的恶斗，针对于这罢免的标准，应该要用科学的方法详细来讨论。基隆市长谢国良罢免案落幕，不过过程朝野对立加深。外界认为明年2月立委就职满1年的时阵，会有真侪罢免活动。目前在哪里支持度瓦近的选区，有未少人互人点名，甚至开始启动联署。国民党有王凤仪、徐巧芯、叶元之，台中的罗廷伟、黄建和、廖伟雄，民进党包括吴思瑶、吴派业、蔡其昌、黄捷、李碧业等人拢在内。今天台湾的这个民主啊，应该还是在一个良性竞争，不是动辄以用罢免的方式，想要用报复或者是冰斗的方式。如果是继续这样的一个作为的话，那当然无助于朝野的一个协调，也事实上只是造成社会更多的对立而已。这次罢免确实是关键一战，也是明年罢免年的前哨战。明年罢免潮仍然无法避免，立委做好万全准备，正面迎战。
不怕国民党的威胁。调查立委拢呼吁罢免无应该变作政治攻防的工具。政治学者指出，罢免是咱国宪法明定的人民权利。不过观察近年来有部分罢免案，说予政党操作做选举的延长赛。为了避免调查恶斗，罢免条件是不是适当，应该当讨论。成功罢免的这个门槛是要选区所有人的25%，这个到底是高是低？我觉得其实，这个1/4是一个很奇怪的数字，就是说到底它是哪里来的？其实没有一个科学的根据。我觉得是可以根据一些科学的根据来做讨论，例如说我们要不要参照上一次的票数，比如说上一次票数的多少比例，要才能算是通过。学者表示，目前要成功罢免，必须要有原选举区选举人总数1/4以上同意。选罢法2016年修法前是要有一半以上同意，条件相对较悬，要安怎做较适当，考验调查智慧。记者综合报道。电话消息继续来看，高雄的旗山甲屏东的李港各界，在国道10号的路段保强工程，下晡是发生公安的意外。这台工程车唔知怎样是兵车，这印尼的移工司机掉伫咧车内，对咧摔落，相对接到通报是赶紧救人。对这画面当中，会当看到这台工程车兵车司机人也掉伫咧内底，消防人员甲拖出来时已经无喘过心跳，送医院关是救无倒来，详细原因阁爱调查。继续来看台中火车头，今透早一个旅客因为是家己赶袂赴，坐袂到车，这卖票的照规定，甲换后一班的车票，无想到讲这个人唔知怎样，凶凶掠讲，摕找钱的纸盘向个人的目睭都甲夹落，嘛造成这代替卖票的员工倒蕊目睭受伤，专案是依照伤害罪甲移送法办。假日坐火车人比平常时较侪，真侪人拢会提早到火车头。暗过13有一个人原本要坐是7点的自强号，伊煞7点半才到车头。伊向站务人员反映了后，卖票人员照规定协助伊改坐一班的自强号，暗过只有客票无费，所引起这民众的不满，也佫攻击卖票人员。拿这个台面上的零钱盘，手伸进去要射向那个站员。幸好没有射中他的眼睛，在站员的这个上方的眉角部分有被射到，大概1至2公分。记录警察了后，也到现场将迄人带回台中分驻所，交伤害罪嫌侦办。12在彰化站由旅客大骂站务人员，因为行李伤过多，站务人员拒绝协助伊搬分。于下车后无人协助将其所携带的行李及宠物笼提出站外，因此情绪激动，并与站务人员发生争执。最后是警察到场共搬行李，才让这场冲突结束。对代替员工陆续遭到攻击，代替产业工会认为代替公司事后拢只是凊彩应付。今年嘉义大林站的员工被攻击的事件之后，其实就已经很明确的要求台铁公司应该要拿出实质的对策，能不能尽快在今年给我们一个结果，而不是一再的告诉我们他要再延役。那我觉得在延役，那我们就是只是等更多的员工被这个攻击或是咆哮而已。代替产业工会表示，已经要求代替公司针对公发灭毒器、精细、监视设备、增加保全等这案环境的代志进行全面性调查。不过，到即马依然无全面调查，会继续要求代替落实保障劳工执勤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新竹练金马教练虐待囡仔这案，即马佫查到讲，佫有另外一个教练冒涉案。目前这3个人拢去用羁押禁见，因为这其中一个教练私底下佫有咧开凉水店，暂时去互民众当私刑并道供店。警方目前已经接到报案，当咧抓人。饮料店窗的玻璃碎糊糊，柜头卡，警方赶紧由封锁线。这代志发生在12暗时，疑似民众因为不满饮料店的负责人就是牵涉虐待囡仔案件涉业的健身教练，发动对店头施行正义，供店来下分，互附近居民是真惊吓。是玻璃被砸掉吗？还是？对，就乒乒乓乓乒乓很久哦，好几分钟，4、5分钟。虐童案真的这就不是小事情了啦。现锁定涉案车辆，全力进行追缉。本分局在此呼吁，施行正义并非实质的正义。
检警调查发现，新北地帮2个姓叶的健身房教练涉嫌凌迟同时未满6岁2个囡仔，造成囡仔全身刺伤甲乌青。根据常常去饮料店人客表示，伫店内常常看到查甫囡仔被拍甲真凄惨。原本教室是家长咧管教囡仔，想要到动手的根本毋是爸爸。尽管基金会也呼吁，若发现囡仔有疑似受虐待的情形，拢应该马上通报。针对孩子如果受虐或是不当对待的时候呢，一定要及早的通报邻里长或者是我们的社政单位，及早的呢把这些孩子救出来，让我们的社政单位跟政府能够及时的介入。检警查扣2个姓叶教练手机的时阵，发现佫较残忍的犯案手段甲过程，而且同一个健身房的姓郑的教练也涉案，所以12将姓郑的教练羁押禁见。检警由员继续在追查，是毋是还佫有其他人牵涉虐待囡仔事件？记者综合报道。公费的流感预防车10月初1已经开始做啊，不过即马却传出讲，基隆市有通报一支国光的预防车变色，那就是碰歹去。同一批预防车拢总有183000只，台北、基隆、桃园、苗栗、花莲、台东这6个县市的民众，拢有可能有注着。疾管署已经要求暂停使用，启动调查。就是这支国光生机的流感疫苗，外观是变黄色的，好像变质。虽然基隆市卫生局发现了后，并无予民众注射，不过也是引起部分民众的疑虑。疫苗如果变黄的会紧张啊，而且民众要接受打的那种意愿也比较不高啦。当你看到这消息，会觉得说，它变色，那是否我打了也会变色，就会有点担心，这绝对会有的。疾管署是讲，基隆市卫生局12主动通报，发现国光生机生产制造的流感疫苗有一支敢若亲像变色。经过调查，同一批疫苗拢总呢有验收18.3万支，分散去台北、基隆、桃园、苗栗、花莲甲台东这6县市，已经做7.5万支。其他库存已经预防性暂停这批疫苗注射，佮通报食药署启动调查，查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民众短期都会有疑虑了，可能会有短暂的缓打潮了，或大家会比较仔细检查疫苗了。这是单一支的一个疫苗的变色情形哈。那这个其他的同批号的疫苗，目前在初步的检视是没有类似的状况，不过还在持续的清查当中。疾管署是讲，目前也未接到其他类似通报，嘛无接到这批疫苗不良事件。今年公费流感疫苗有5个抢牌，也阁有625万支，会当互民众来注。公费流感疫苗注射的作业无受影响，一定10时下晡会邀集专家食药署、基隆市卫生局也阁疫苗厂商举行会议，讨论疫苗品质也甲注射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政治的消息来看，前总统蔡英文落任以后的第一届访问欧洲，昨暗已经出发，按算明仔会先伫咧捷克公元2000的论坛来演说，才可以拜访这欧盟总部。不过英国媒体就报道，英国的外交部捌要求蔡英文慢车来访，并且因的外交大臣访中国受到刁难。向镜头微笑，一手致意。前总统蔡英文昨日暗时坐飞机展开8天的欧洲访问，也是伊今年5月卸任了后头一届出国访问。这时先出去捷克公元2000论坛发表演讲，分享台湾民主经验。捷克总统帕维尔、美国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这些政坛重量级的人物拢会参加。蔡英文嘛规划去欧盟总部比利时布鲁塞尔，并会见欧洲议会议员，这是创下咱国卸任元首的首例。另外传出伊也要搁去法国访问，毋过无得到证实。总统好。英国卫报独家报道，英国外交部要求蔡英文延后去英国，以免伫外交大臣拉米访问中国进前，吸到中共敏感的神经。蔡英文办公室回应，各国的邀访是以整体规划安排，相关的行程会伫适当时间对外说明。欧洲最近几年，它其实也非常的重视，希望说能够在印太安全上面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过去这1年，包括英国、法国、德国、荷兰，他们都派军舰到台湾海峡来航行。就伫蔡前总统出国前，中共辽宁号航南舰队驶入巴士海峡附近海峡，预判可能进入西太平洋活动。中国商务部是预告要就台湾对中国贸易限制构成贸易障碍研究进一步的做法。刘一辉对这件代志正式抗议，表示一直用经济协力会引起台湾人民的反感。中共就是将经贸当成政治武器，
胁迫我方接受其政治主张。那政府相关机关也已经进行过沙盘推演和预做准备，请产业界和国人放心。行政院经贸办是呼吁中方停止用政治干涉国际贸易，应该遵照 WTO 协商解决争论，甲咱方进行沟通，唔通变作破坏贸易秩序上歹示范。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紧来看，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的小妹金宇正，指控这南韩派无人机飞来北韩的首都平壤，也这反北韩的宣传单，即马是搁在呛声，讲若是搁看到南韩的无人机飞来，一定会互恁的首都首尔付出惨重的代价。北韩媒体是报道，金宇正指控南韩的无人机发宣传单来煽动，已经违反国际法。警告讲，若搁看到南韩的无人机飞来，就绝对要报复。也南韩这边是反呛讲，恁北韩已经先来乱十几届啊，应该先要求家己的这喷射气球莫搁飞过来。继续来看美国的总统大选，美国副总统也就是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贺锦丽，公布伊的健康报告，要证明讲伊的身体状况是绝对有法度来做总统。主要嘛是要搁再口舌传播，一直咧讲家己的身体用件，却唔敢公布，是要叫人百姓是要安怎家己信任。距离美国总统大选过3礼拜，美国副总统、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在当地12日公布家己上新的健康检验报告。59岁贺锦丽健康状况真好，虽然现场真无闲，有季节性的过敏甲起荨毛，也毋过药物的治疗效果真好。伊嘛保持健康的饮食，无食菌，有履行总统职责所需要的身体甲心理准绳。也毋过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却拒绝公开健康报告。It is clear to me that he and his team do not want the American people to really see what it is that he is doing and whether or not he actually is fit to do the job of being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在暂时总统81岁拜登退选了后，78岁川普已经正做历史以来年岁上大美国总统候选人。贺锦丽的竞选阵营公布健康报告，唔望借此来凸显贺锦丽的少年甲头壳亮卡来说服嗰啲丢对选民，相信贺锦丽才是更较适合领导国家的人。贺锦丽嘛表示，川普一直强调家己真健康，所以唔愿意公布详细的报告，欠缺透明度，认为伊无适合担任公职，因为伊常常伫即回讲到虚构人物，而且讲家己有外委屈。When it comes to what we should expect in a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round having the ability to actually exercise good judgment, both as commander-in-chief and as the leader of this great country, we know that he does not have the ability to do the job. 对此，川普竞选团队表示，川普把主动发布私人医生公布的上新消息，甲7月发生暗杀未遂了后，除了川普医生杰克逊对川普的详细检查报告，认为所有人拢会当看到川普的健康状况真好。公司新闻台是同朋友。转来看咱国内家己的国华街西菜市已经有100年历史。较早是因为专卖这进口的物仔，所以讲互人号做是好行人市。所以因为即马这社会形态改变，愈来愈稀微。加在是阁有一阵少年头家，因是介有心，联合起来办展览，阁带导览活动，要邀请大家转来西市啊听广告。用手摇的航空进步器，清调司机的囡仔拉野车，伫西市场内底做导载点价，向参观的民众销解因收藏的文物。为着要互民众知影西市场的改变，市场的店头做伙举办展览甲导览的活动，希望互民众来了解市场的特色。真好啊！啊，有啥物？啊，都安尼看到较侪人啊。会当带人入来，吼，来介绍安尼，咱西市场较会当较有热闹热闹。主办这个活动的店家讲，西市场伫今年2月时阵，针对市场一块空间有来做整修，为着要互这个老市场重新落地起来，才会来举办活动，邀请民众食市场内底的点心，听较早的故事，参观有特色的店家。较早来就是人讲的好野人市啊，它因为经过很多次的，就是整建翻修之后，它整个都没落下来。那觉得可以为这个西市场做一些事情。因为内面拢有重新装修，拢生甲无共啊。我是伫甲伊读册，啊所以来遮就是来耍安尼。
嘉义市菜市场伫1998年改建做大楼的时阵，因为工期上久，单位阁缩小，一个店家离开了后，嘛互来遮的人愈来愈少，店家家己举办活动。若要啥少年人阁行倒来遮，看内底传统甲创新的融合，嘛希望会当延续菜市场伫嘉义市的100年历史。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咱一般若是拜拜烧香所留落来这香火，唔通受讲是完全无路用。台南台湾府城隍庙和民安公司合作，利用循环材料技术，邀请大众用香火来做一卡放地的架仔，参考庙的牛条甲虫仔，拢有出现的这代表福气的夜杯形体，是新式个趣味。对乾隆时期的香炉内底开香火，佮掺蚵壳甲卤酒落去炒炒嘞。这甲阮的这个猪架啊，就做好势啊。这回台南府城隍庙参一间公司合作，以庙内夜幕多样做建本，结合循环材料的技术来代替红门头，互民众体验用香火做文创商品。这嘛正做府城头一间以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落去推行的宫庙。细汉的时阵，阿嬷拢会去庙里求香火，等互阮遮讲来保平安。我想讲，香火既然除了会当食，可会当摕来做放伫的架，安尼我感觉真神奇，所以想讲带囡仔来体验。当互即个香火会当搁延续，甲即个变路的福气来传递每一个信众。会利用夜幕多样做建本，是因为无论是庙内牛条、对联，也是门窗，拢通看到一对一对夜幕伫顶悬。伫西方国家，夜幕有派的意涵，但台湾民俗内底，夜幕颠倒是福气吉祥的代表。庙方指出，庙内拢总有10只无同造型的，这回嘛设计学习单，互大家实际去行搭找找夜幕伫倒位。在里面，我们大部分看到的这些都是明朝或清朝的时候就已经保留下来的文物，借着这样子的机会，让民众能够更珍惜我们在地的这一些文化。SDG 是现代的口号，最重要还是要让民众体会到真正的好处，感到幸福比较重要。借由信仰让大家能够让我们的思维能够改变。2015年联合国就启动永续发展目标，庙方带头以循环生产参建立多元关系落去设计活动，嘛希望大家对府城隍庙的珍贵文物更加了解。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新北市的青少年图书馆台语戏剧声音培训课程是邀请罗里亚剧团带囡仔做伙开喙讲台语，做故事内底主角，要打造一个专讲台语的环境，甲家己的母语佮捡倒转来。阿公再会。这个阿咪实在是一个乖囡仔，我要来休困啊。无共角色，无共声情，这囡仔投入伫故事内底，学习要安怎做一个讲故事的人。好啊，食。阿嬷，你身体无爽快哦。是啊，我最近规身躯酸痛，人拢无啥物气力。这是台语戏剧说书人声音培训课程，上台进前，剧团老师陪伫囡仔边仔同齐咧读本。即马网络真时行，团队也将广播剧用 podcast 的方式录起来，记录这阵囡仔学习的成果。两天上这课，你敢有欢喜？有啊，学到上侪是用台语去表演。平常时罗里亚剧团会到各地方讲故事，予囡仔兄、囡仔姊听。即个因转换角色，配合新北市政府在地之声推广母语的活动，来教囡仔讲故事，带这囡仔对熟悉台语开始，认捌故事内底角色，学习透过家己的声音、声情的变化来表达每一个角色的特色。透过游戏来，互因莫感觉学台语是一个足困难的代志，互因有一个机会，有一个全台语的环境，感觉好耍，莫有压力，伊就会豆豆感觉我会当试看卖，讲看卖安尼。罗里亚剧团表示，10月底拄好是万圣节，即个特别紧甲万圣节有关的剧本，剧本内底拢是生活当中会用到的词。随望参加课程的囡仔，台语程度无同。因希望透过活动的这2天，用游戏甲剧本创造一个全台语的环境，对趣味的故事开始引导囡仔愿意开喙讲台语，互这囡仔感受到其实讲台语无遐困难。记者张家嘅曾俊佑新北报道。明仔天气啥款来看详细资料。
北部地区23度到33度。中部地区23度到32度。南部地区24度到33度。东部地区23度到30度。外岛地区23度到31度。各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你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志坚。稍等下继续收看台湾技术铺，明仔同一时间咱再会。伫遐袂写你进前有万百种的可能啊，写落去好去啊。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会因为你会台语。